我好中意食日本嘢嘅，咁啊，但我經過啲壽司鋪咧，我就好唔明嘅，點解香港啲壽司鋪全部都排隊排到咁長咧？哇，排成鬼死咁多人嘅，俾我就唔排。有一次我經過銅鑼灣嗰間壽司鋪，門口嗰度排咗20幾30人，咁我見到話呢個排得咁高興啊，係咪真係咁好食先？即係咁樣。咁我見到咧喺外面嘅有一男一女嗰啲後生仔後生女咁樣。嗰個男仔係點咧？個男仔就係咧，即係嗰啲骨慘慘嗰啲啊，10幾歲好瘦嗰啲骨慘慘嗰啲咧嚇。即係個頭髮骨慘慘啊，即係好似古巨基個髮型咁嘅骨慘慘嗰類咁樣啊，成個慘樣咁樣嘅就係嗰個女仔咧着住嗰啲咧低腰褲，10幾歲啊低腰褲，前面呢個小肚腩飛咗出嚟，後面咧成條屎忽乸咧就露咗出嚟㗎。佢差唔多就咁大便係唔會整污糟條褲嗰啲咧。哇，兩個排得好開心嘅喎。嗰個男仔咧突然間攞部手機出嚟影下嗰個 menu 嗰啲壽司啊，影啊。然之後個女仔啊，幫我影幅啊，幫我影幅啊。跟住佢擺咗個姿勢啊，挨埋嗰個 menu 嗰度。影多幅，換手，影多幅，可愛教主啊！就喺呢個時候，嗰個女仔嘅手機電話響起，佢喺佢條低腰褲嗰度掹出嗰部手機，我望一望，哇！唔係話佢一掹咩？掹我成棵樹出嚟啊！佢淨抽住個10幾20個公仔啊，又啷啷啊，又牌啊，又繩啊，咁樣先掹到出嚟。跟住然之後咧，佢會將嗰抽嘢咧，突然間撥喺後邊，先揸住個電話，跟住再將自己嗰個頭髮撥喺後邊，先揾到個耳仔，跟住再將個電話擺喺個耳仔嗰度，開始咧就講啦，講啦，響邊？響銅鑼灣啊，排緊隊啊，食魚身啊！魚身啊，超低能，勁靚啊，爆靚啊，魚身 sushi 啊，勁搞笑啊，你真係啊，排緊隊啊嘛，響邊啊朋友，點啊 yes or no 啊，唔係啊話你咁交㗎，超低能啊，你真係啊，嚟唔嚟啫？都係排緊隊落，食魚身啊，勁搞笑，有排啊，可能排到天光㗎，係啊，你嚟唔嚟啫？超低能你真係，快嚟啦！嚟我喺裏面等咯，你喺香港定九龍啊？你過到嚟打電話俾我啦 ，OK？ 勁搞笑你真係啊嚇！嚟到打俾我啦，唔趕啦，超低能，拜拜。跟住隔離嗰個男仔問佢點啊？邊個打俾你啊？慧玲啊！佢喺金樽地鐵站啊，恒生銀行啊，搞埋啲嘢話會嚟喎，超低能㗎佢。跟然之後男仔咧就講下佢話：哇，排成個幾兩個鐘頭食壽司嘅，超低能嘅真係啊！然之後女仔話：係啦，勁搞笑。然之後嗰兩個繼續好開心排喎。我聽到呢度突然間叮一聲，我好多謝呢兩位朋友，我好感激呢兩位可愛教主留俾我6字真言：超低能。更搞笑！你只要揸住呢6隻字做人，你遇到咩事都變成冇問題。尤其是當我哋係喺一個經一事反一致嘅年代裏面，有好多嘢你改變唔到佢嘅，你唯有調教下自己嘅標準去配合佢，你自不然個人都會過得開心啲。即係咁樣去食壽司要排個幾兩個鐘頭嘅，超低能，勁搞笑。冇問題啊！你繼續好開心排，俾我排我就唔排，但係我諗到6隻字我就會排啦，冇問題啦，好開心啦！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喺鬧市嘅遇襲案，兇徒明顯係向法治挑戰，我哋政府覺得係超低能。無論去到海角天涯，我哋一定會將兇徒緝拿歸案，更搞笑。養一個小朋友要400萬，超低能。我一件 T 恤都賣300件啦，勁搞笑。香港地今時今日，我哋個個都有啲病，有啲抑鬱，超低能。但係唔緊要，瞓唔着唔使食安眠藥，食碗飯，飯氣攻心，自然瞓得着，更搞笑。林海峰嘅是打踎低噴飯好唔好睇？我同你明啦，大家唔識講嘢係嘛？Thank you。
雞餸，最驚恐着石鹿，食咗有毒魚頭，行氣活血不過就會嘔。要合併就買地鐵，股價實有得升，減價好難頂，價俾人丙360，昂平又360，喐喐下會停咗，自由行繼續坐，全靠拍子的勇氣，愛是最大權利。睇下聽風幾偉大，秘密去結婚，換埋屋企，會有拉姑撐你，婚姻點算係完美？但你睇下四哥撥佬到爛地，痛處亦禁煙，冇得搶你仲掂唔掂？成棚立法會議員反吸煙，唔戒煙點去食店？人民幣係最貴，就算冇咗港紙消費冇問題。買嘢又唔貴，應該多消費。香港最低零團費，我態度唔曳，陪住你睇，1蚊冇賺過，死俾你睇。自定 I love you， 頭牌求其就140萬，紅顏知己3000幾個，送禮佢邊有得慳？我說過我有壓力，望阿叔教我點解決，巴士嘅問題仍然未解決，斷背山。李安攞獎佢係唔係最勁？其實我就覺得伊莎貝拉佩達致敬，但成成佢話有父子，有對軟硬在紅館，唱到氣絕未回本，全憑人人認購，買我嘅 T-shirt 幾款，來籌款。賭場新開嘅星際，請咗位仔兼借立。多謝古巨基。魔鬼警察好狼，殺2個同事搶走賠償，逐格重播，100萬附庸嘅 rating 更加高漲。去泰國，大家都找不到他信，但世界踎喺香港買一對手信。西甲、意甲、照舊英超、歐聯唔埋堆，有事冇做，英超點睇佢？個個轉晒 Now Key Man， 佢又想去。邊個大佬波濕盡人，搏到又眼突，搏和然後食羅馬。外國依計真，即刻通知總幹事，佢叫雞真，去咗世衛，應該會入晒啲雞。其實林狗唔係唔唞，係要賺1筆揾夠就又浮，成日唔唞，全為層樓，一家4口都要靠我戶口。就算你笑我超低能，兼勁搞笑，我踎低時多得你肯笑。